大家好，大家较早。有的所在是午安，有的所在是晚安。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是由世界各国人来参加的。伫每礼拜拜六，像我的时间就是透早7点。伫遮甲世界各地人来遮交流是一个足好推广台语的一个平台这回是咱第58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一个节目。咱即摆是要请美国西雅图台语囡仔的营队来遮，要甲大家分享。因做群伫8月19到21，伫西雅图办这个台语囡仔营的情形安尼吼。伫遮阮有3位伫遮要甲大家分享，一位就是阿童，你甲大家会手一下来，搁一个后医师，大家后医师，搁襄阳。襄阳是今仔日的主角，襄阳伊是即马是西雅图台湾同乡会会长。对。伊差不多2年前有参加我甲即个亚特兰大同乡会举办的一个台语读写班。读写班嘿。伊经过3年经过3个月啦伊就会晓听讲读写。伊对台语真有热情伊家己自修程度一直增加起来。即马嘛是西雅图台语班的老师。我伫8月19到21的时阵接受到即个囡仔营的邀请，去参加因迄个夏令营。这2暗3天互我感受真深。上主要就是讲西雅图遐长辈对即个少年的听众是无私的奉献。少年嘛真担当甲即个责任扛起来。因就是即吹说台语当然你也听到遐囡仔伫讲谈话，都敢若天使的声音共款我伫遐听你欣赏伊咧讲话，我就感觉真赞真爽快所以我转来的时阵就伫咱即个论坛发表我的心得讲即摆的情形迄落阵梁公兄啦、陈瑞老师啦、秀văn姐讲你较紧叫因来起来遮发表安尼所以就是今仔日咱有即个会的原因咱迄个大家爱知，我即摆要甲少年辈报告讲咱即摆看到穿红衫，这叫陈良光先生搁一个镜头无都走出来，叫陈瑞先生陈瑞先生是咱台湾足重要一个先辈作家伊留落来足侪资料教材有留落来。即摆阮迄个研究所的学生、博士班的学生，才有法度根据老师留落遐资料，通好去研究台文。搁秀văn姐穿迄个超级像的秀văn姐，伊是伫讨论度，伊是阮迄个迄做台文通信当伫阮迄个阮迄个夏威夷台无法度搁做落去应该接起来所以接落台文通讯这个台文通讯30年以后搁刷转去台湾李光局文化基金会落去运作安尼所以咱有迄个英雄有这时代甲咱牵成这算是讲咱这讲台语的这少年的一个福气啦无咱甲这先辈拍一扑好无？好迄个即摆我想讲，迄个要请阮迄个阿童阿童你自我绍介者好无？
看迄个讲你迄个你的经历吼，咱较听做过来分享咱迄个白灵营的代志安尼。大家好，我是阿童，我是伫台湾出世大汉的，结婚了才来遮生活，这是阮翁。好的，迄是小学毕业就就过来啊！我小学毕业就搬来西雅图遮，差不多要30几年我即满就家庭主妇吧，就顾囡仔安尼。旧年 COVID 的关系，COVID 的关系，拄着酒弟就对伊学台语，所以后来就即满继续上课，使来骗囡仔安尼。多谢大家。多谢安尼后师。看一下吼，那是我的镜头。我姓敖吼，我叫做 Steven， 台语叫做思良吼。我是共款，我是台湾大汉的，不过是嘛是高学小学毕业以后来美国的。细汉时是伫台北大汉的，所以算是台北囡仔。所以细汉时其实无在讲台语的。是大汉以后，有囡仔以后，才开始小可有哪甲捡转来，嘛是自修，特别好，看册，看足侪老师的这影片，有哪安尼捡转来，所以即摆有这个机会，当参加这个夏令营嘛是第一摆的体验，所以嘛是足欢喜的，学了足侪，多谢大家。多谢敖医师，敖医师吼，伊有一个姓叫做敖吼，真好。安尼澳洲吼，甲澳洲吼，都分得真清楚啦。我即摆才发现我的名写 Raina， 所以我姓敖。我头拄要改结果改袂出。所以我头拄才找无你。Raina 是我查某囝澳洲的敖啦。澳洲的敖，毋是澳洲。澳洲。咱即摆咱搁下去，咱就是要甲敖医师、甲小杨、甲阿东，咱4个人伫线顶开讲的方式吼，差不多有1点外钟久的时间。咱开讲煞以后，是咱会留时间吼，有一寡观众一定想要问讲，恁哪有法度办起来安尼吼？这是真互人欣赏的一件代志啦吼。我即摆是要先请这个小杨，小杨是安怎恁要办这个囡仔的夏令营咧？嘿，对，我相信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讲，阮哪会就是遐尼，敢会使讲价格，就是讲无代志吼，找这遮尼麻烦的代志来做啦。其实嘛要为李赞成老师开始讲起来，因为若是就是我是迄当阵去学即个罗马字读写了后，就是本来是会晓讲台语无毋对，毋过我感觉我家己讲无好啦。毋过学台语即个读写了，我就感觉我会使开始教我的囡仔试看觅会使讲台语无？结果迄当阵拄好即个 COVID 嘛，就是一直拢关伫厝内底，结果我就爱试，结果试差不多2个月了，我的囡仔真正会晓开始讲台语安尼，我就感觉这袂歹哦。毋过因开始讲台语了，我就感觉讲。安尼敢若嘛是袂使，虽然就是即边一直就是有熟悉几个即个台语全台语的家庭吼，都是因为阮的就是教会即个牧师甲牧师娘，因一直有咧办即个台语，就是囡仔的台语班，有一直伫咧坚持安尼。毋过就是敢讲敢若安尼阁无够的感觉。即个牧师迄边因其实。就是讲，因伫台湾、伫美国，因足侪办即个美国的即个教会夏令营的经验啦。所以伊就是牧师一直有即个想法，讲阮应该爱来找一个机会来办一个夏令营安尼。美国一直有即个就是教会有即个 VBS 的即个文化吼，阁有即个
美国嘛是嘛，就是毋管是教会还是毋是教会，就是拢有一个夏令营的传统，就是讲休热的时阵会甲囡仔送去一个所在啊，互因耍安尼。啊，伫休热的时阵有一个诚好的即个会议安尼。啊，所以阮就想要做即个代志安尼。啊，牧师就甲阮扭来啊，就是叫阮做，就是有开始要做无安尼啊。啊，佫有一个目的啦，就是讲阮嘛是伫想要成立一个台语学校，因为进前牧师娘有做即个台语的囡仔班，啊，毋过一直拢干那伊一个人咧教安尼，啊，伊就想要做甲安怎较大啦，就是希望会使佫较济人，较有规模，就是较济人来教，会使分无共的班安尼啊。所以阮就想讲来办一个即个夏令营吼，啊，看即个地敢即个台语学校敢办得起来，安尼其实是即个目的啦，嘿。啊，当然嘛是当做一个，就是阮即个台语家庭的一个即个聚会，就是讲休热的时阵一个活动安尼。啊，真好！我要请问阿东啊，咱即摆阮夏令营拢总有几个人参加？几个人哦？家庭差不多20外个，啊，若哇应该囡仔总共差不多30个囡仔，拄3岁到12岁拢有安尼。啊，若连大人拢算入去，就差不多爱80个啊。哇呀，咱就这真大规模的啦！啊，你第一摆办会紧张啊袂啊？哎呀，迄讲起来，其实就是阮一开始办的时阵，就是讲，因为阮即边原来就是熟悉的即个台语家庭是4、5个啦，啊，阮就想讲差不多就几这几家尔，啊，佫规家一两家安尼，啊，所以无想到讲，阮就是囥伫面册顶悬，就是广告，啊，无想到竟然就是无偌久就满着无。啊，所以阮就哪会啊，就是有惊着啦，嘿，迄是真是有惊着。啊，嘛代表讲这台语其实台语夏令营真正有伊个市场，就是啊。啊，秘书，咱即摆阮迄个夏令营主题是什么主题呢？等一下你讲感谢的，我听着。哦，咱即摆夏令营活动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呢？哦，即摆主题吼是咧讲，这台语的字啦，为台语罗马字这巴克的魔术为苏格兰甲这台语的这写字的这系统早去台湾啦，所以咧讲巴克的魔术的一个故事啦。所以我感觉即摆的主题其实足好诶。其实即摆咧办这个活动，应该问即阵这妈妈啦，吼，即妈妈其实拢是因拍拼咧想出来咧安排诶。啊，我敢若是斗打工尔啦，所以好啊，叫来，对啦，所以即摆叫来认识。真是，对，即摆故事就是足详细啦，嘿。哦，我有看到后秘书吼，迄阵啊，因夏令营训练时搬一个节吼，巴克那个节吼，啊，你是做牧师对无？巴克的牧师。对。哦，啊，你甲历史的大人物哦，啊，有一个真深的接触啦。嘿，对，真感谢，真感谢伊安尼互我即个工课，互我嘛有得足多啊。穿个牧师服的这机会啦。嘿，对啊。啊，向阳，你即位，我有看到这个图片吼，啊，这个嘿。遮水，啊，这是啥物物件？哦，这就是阮即摆设计的即个 logo，就是阮叫有跟有互一个名，就是讲阮的夏令营的名。啊，阮是互做即个海洋乐园台语夏令营安尼。啊，即个海洋就是讲一个台湾的形安尼，阮做即个台湾的即个形象啊，就是改变做一个海洋安尼。啊，这是阮投票选出来，因为就是讲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嘛，啊，伊的形佫就像即个海洋，
啊，拄好就是咱即边圣雅图即边出名诶，就是嘛是海翁啦，啊，所以我感觉这真有意义安尼，啊，所以阮就用这来做阮诶一个 logo 安尼。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 logo 嘛是以海洋做主题啦，啊，所以这个应用吼，应用所见吼，列动，大家拢要看法拢共款啦。嘿嘿嘿，对，就是迄当阵嘛是李占星老师有讲即个想法，啊，大家投票就是嘛是同意安尼，所以阮就用这个来做阮的 logo。啊，阮嘛有做 T 恤啥，就是拢用这会使有募款安尼嘿。啊，我嘛看你迄个地主啊嘛有啦吼，对对对，啊，搁做一寡商品，啊，搁衫来卖安尼吼，嘿嘿是啊，对，真用心啦吼。哦，迄海洋因为需要钱啦。海洋就是吼，咱对迄个台湾海峡看对台湾哦，也有一只海洋吼，台湾就成只海洋，啊，咱的太平洋山脉吼，看起来就是敢若海洋的灵骨吼，啊，海洋是伫即个海洋中的霸王，啊，就表示讲咱台湾啊，已经渐渐嘛，行入去世界的阮迄个互注目吼，啊，互人重视的一个国家安尼。啊，即回还阁有啥物活动的相片要甲阮分享无？好，我即马都是这个 PowerPoint 互大家看讲，因为大家一定就好奇讲，阮到底伫内底到底咧创啥物代志吼？啊，阮这个地点其实就是伫这个，毋是伫西雅图的市中心，是伫一个 campsite，就是这是属于这个教会所在安尼，啊，伊就是互阮使用安尼。我来，歹势，我要后一个。这好，啊，这就是个所在，嘿，啊，这叫做 Pilgrim Firm 嘛呢，啊，这就是 Firm，不是 Pilgrim Firm，啊，这是这个内底有一个湖，啊，大个所在就是像是 Cape 亚安尼，地的地图是无？亚地嘿的地嘿，图，这是影对的地图，啊，这甲比起来，这就是迄厝的所在安尼，啊，差不多这细，这一间会使住两家啦，嘿，差不多7、8个人安尼。啊，伊毋是倒伫遮，好，来，啊，这是阮报道的时阵，就是还未开始，阮拄准备好啊，等人要来报名的时阵，啊，有做这个牌啊，啊，搁有这个我讲家己的牌啊，吼，大家翕相安尼。嘿，啊，阮这名牌就是互囡仔，阮顶悬拢写一个罗马字，就是因汉文的名安尼。啊，希望讲因会使入来即边，就是有一个台语的环境，啊，知影讲因的名用台语要安怎画安尼。啊，这是阮的即个行程啦，就是阮3工啊，阮这个安排吼，差不多就是照一般即个3工的 VBS，就是安尼做啊，报道啊，一开始来就是先做即个，怎做，阮是就是算一个就是个破冰的游戏啊，就是讲，互大家做伙会使互相熟悉的活动。啊，刷来就是照三顿都爱唱歌。啊，阮即摆就是嘛是有做即个巴克勒姆斯即个戏的歌，阮后壁会放互大家听看觅。啊，这着啊，这大家就互相开讲啊，啥大家就互相熟悉安尼。啊，第2工就是开始正式，就是正讲的开始就是上课安尼。啊，等你讲过。哦。好，啊，开始上课吼，就是阮有分3组安尼，啊，开始教因即个巴克勒姆斯的代志，啊，当然中昼顿搁开始搁唱歌，啊，这下晡嘛是就是教因就是安怎演即个戏，啊，刷来就是自由时间互因耍安尼，啊，上尾一工就是讲主要就是讲演即个戏，互大家看，啊，足侪人就是教会的人无法度就是3工参加吼，啊，因有一寡人是
拜日的时阵才来即边参加看即个戏安尼，啊，所以上尾工迄工人就搁较济安尼。先过发表会就对啦。嘿，对对对，先有发表会安尼，啊嘛是讲大家社区一个聚会安尼，啊，这是阮食的物件，互大家看者就是。我咱所有的进行拢是迄个听书表，拢是写即个罗马字甲台文对无？嘿，对对对，因为我知影讲，拢无用华语，拢内面拢无写华语啦。对对对，啊，看起来大家嘛无问题啦，无人甲我讲因看无，所以我本来想要完全写即个罗马字，啊，毋过可能袂使，因为迄家长有足侪因还是毋捌罗马字嘛，所以我就写即个汉字，啊，毋过看起来因拢看有，嘿。啊，这是阮食啊，迄边即个 campsite 迄牧师应该就伊就一直讲哦，这是有名，就是即个 campsite 伊个食物件袂歹，啊，真正袂歹食。啊，这就是我头拄仔讲迄破冰的活动哦，奥数量。啊，这就是即边阮算即个宾果，就是顶悬嘛是拢写即个罗马字的，啊，嘛有配图安尼，啊，都互大家。正平地即个棒球帽啊，这就是哦 Jerry 牧师。对，无输，我头拄看着无输嘛有起来，搞早无输，嘿，牧师较早，嘿，牧师一个吼，一个人间的牧师，伊诚亲切啊，咬讲笑家吼，对往后另外一个方法咧传教，逐个拢足爱甲伊亲近啊，甲伊开讲安尼吼，对，伫伊的身躯拢有听到真侪笑声安尼，嘿，对，来伊继续。好，啊，这就是巴克利牧师的相片啊，我放伫遮是爱提醒我爱甲大家讲，就是阮即摆做的，就是伊的故事安尼。啊，阮即摆做起来这个过程，我感觉有一寡人应该嘛好奇，就是阮是先甲即个剧本写出来，就是讲哦，巴克利牧师啊，伊的故事安尼。啊，因为阮知影讲伊的故事，毋是，就是讲阮即个活动爱分3、4个站，就是3、4份安尼，所以阮即个戏嘛是照这安尼，就是做4幕。啊，阮甲这剧本写出来了后，阮才就是一幕一幕搁配合伊来做一个要做啥物活动，比如讲要算啥物囡仔戏，还是讲做啥物作品出来，就是互囡仔做安尼。阮差不多设计即个想法是安尼。啊，这囡仔吼，嗯，囡仔即摆参加有真欢喜啊无？哦有啊，真欢喜。啊，咱即摆拢爱叫囡仔兄，囡仔兄发表者伊的感想啊，咱听咧。哦，遐你要即摆讲哦，镜头看到即位哦，就是阮迄个阿հիմ啦吼，伊诚爱հիմ啦，尤其台湾的հիմ哦，先佫有一个 V 吼，迄个你看起来诚好安尼。阿հիմ，你会使甲阮讲你即摆参加即个夏令营吼，迄叫做海洋乐园吼，台语儿童夏令营吼。你有啥物感想无？无你讲互大家听。你敢即摆参加有好耍无？有啊，有啊，啊你感觉啥物是上好耍的？嗯，你敢唱歌安怎？唱歌啊，嘛，袂歹，歹甲演戏的，你有爱演戏无？嘿，嘿，爱哦，你讲较济话啦，拢我咧讲。搁有，搁有啥？你有熟悉新的朋友？有，嘿，搁有啥？有，你会记得你去遐是做啥无？bingo，哦，算bingo的嘛爱。啊，对啊，伊斗相共就知影阮搁有做啥？有，印嘿，印物件，对，印啥物物件？印出机，嘿，对对对对，啊，对，阮即摆就是有足即个济。看即个戏剧的时阵，你是扮什么角色？你敢会滴一点草落啊？敢是？对，我是做一个台湾人，对对，你是演迄个台湾人，嘿，
对，阮后壁阁有即个相片啊，这就是阮即个桂芳老师，伊是阮的即个音乐老师，啊，所以阮有请伊来甲阮做即个歌，啊，阁有教囡仔唱即个歌，啊，这就是因上课时阵的情形安尼。啊，伊较辛苦，因为伊爱照三顿教因唱歌，啊，阮阁即摆教3条歌，所以伊其实不哩辛苦。啊，这后壁。但你讲有一条歌是伊作曲的是无？桂芳老师作曲对，的，对，阮后壁会放迄歌，就是上尾先国发表的时佫阵，有佫是阮常用作词的对无？嘿，对对对，哦就是安尼嘿，咱期待啦，期待较听你放的时阵哦，上尾啊再来放。嘿对，后壁即边 PowerPoint 后壁即边有嘿，啊，即边是即个后医师伊设计的活动，你敢要讲？就是互因即个熟悉即个家己的词安尼。后医师，你要敢要解说？你在创啥？好啦，我简单来简解单讲者，说一下，嘿。对吧？因为即摆的挑战就是囡仔的程度差别足济啦。有足济囡仔是完全袂晓讲嘛，袂晓听，所以即摆就第一摆嘛，所以大家拢较毋知影要教啥。毋过就是用这活动啊，用图用游戏的方法，互囡仔会当趣味一下啦。我嘛毋是期望这囡仔有法度讲出来，还是有法度规句台语讲出来。毋过是希望囡仔会当较听着台语，袂有反感吼，有有感情啦吼。所以就是你看遮是囡仔坐伫外口，天气足好诶，空气嘛足好诶，所以大家就坐伫外口，做伙耍游戏，我想看我迄当阵咧创啥，你袂记，你毋是就是互因看迄个牌啊，互因是？对啊，顶悬有字啦，就是用这字卡，就甲囡仔教一寡这台湾平常咧用的字，用这活动，教一寡色彩色水的这名，你看迄家规顶悬拢有无共款字，大家伫遐饲着。拍一拳头安尼，活动甲较拍拳头啦，简单的台语甲大家安尼互动安尼。对。啊，煞来，这是即个是我设计的活动，啊，这是即个因为阮教这巴克勒无斯的故事，伊就是做这台湾的第一个即个印刷厂嘛，就是做这府城教会公布，啊，所以阮就教因一寡即个印刷的代志，啊，这印足大张，这就是因迄当阵的迄个报纸，阮甲因印足大张的，互囡仔看。啊，这是阮做即个安怎讲印刷版啊，就是印版，就是互因刻字，会使印即个互因印罗马字出来安尼。啊，所以着囡仔因家己就是会使拼即个音吼。啊，阮当然有做一寡 sample 互因看，啊，因着会使照做安尼，啊，甲伊印出来，啊，因拢感觉足有成就感的。啊，嘛顺续就是甲因伫这内底，阁讲一寡即个牧师的故事安尼。啊，续来这部分是阿东设计。阿东，你要讲者无？就是讲你设计即个活动是安怎？因为我负责的部分就是要甲囡仔讲，巴克勒牧师伊是安怎对英国来到台湾，伫台湾伫台湾是伫倒位咧宣教，所以着先互因上地理课就对啊啦，互因知影讲美国伫倒位英国伫倒位，台湾伫倒位，台湾生做啥款，伊主要是伫南部迄边南部是。啥府城、高雄是伫倒位安尼，互因有一个了解安尼。对，搁传教，宣教就行足济路。解释着讲宣教有真困难嘛。有伊去屏东宣教有互人破屎嘛。这部分有写伫剧本内底，所以囡仔会练习迄段的故事，所以就是解说互因听尔。
较特别的，就是讲兄伫台湾山路真济嘛，爱爬山嘛，所以就有找着资料讲，迄阵伫山路因有一个真特别的交通工具，就是毋知是安叫即马桥是毋是？对，就是迄款一个人坐啊，搁坐，就是毋是坐正的，是坐边的，就是嘿，就是对，对对，敢若安尼一对个椅仔班级绑伫迄个班结构级型的，顶悬安尼，所以对人坐的是互人光的，就是毋过是一个宽引的宽顶的头啦，形状。有坐一花的个啦，顶嘿，头，人光安尼啦吼。班级对是型的，讲危险真危险的对，一个款交通设备啊。就是无别个无输因伊迄当阵就是坐即款桥仔去传教的。嘿啊，所以想讲，就试看觅会使做出来，互囡仔体验看觅讲，安尼光桥是啥物感觉？两个人爱合作，无迄个囥伫迄个椅仔顶悬，迄个帽仔会落落来，迄个帽仔就是别克咧无输，袂使互伊着伤安尼。对啊，所以就是阮每一个课就是有配合一个即款互因耍的活动安尼嘛是较轻松嘛较趣味安尼。啊，煞来这是大人的部分，即部分可能爱请李赞新老师讲，因为阮就是家长无代志做，所以就是嘛是有提供因一个机会，当来学迄个台语安尼。迄个阵啊，常用甲我讲，即个阮家长吼，营养无代志，无咱来创一个课安尼吼，这算较临时性的啦吼，就是事先吼无互即个家长知影讲有即个课程，咱则宣布落去时咯，差不多得10几个来参加尔。我主要我是咧讲迄个台湾的阮语言咯，台语的历史啦吼，讲互大家知，台语历史的发展。这是点半钟，另外搁一个点半钟，我有搁准备一个马雅讲的阮迄个伊的故事安尼，伊完全拢是用台文写安尼，互因读安尼，内面有教会背景的人，伊就加诚容易读啦吼。是汉字甲罗马字南用的，有2、3个是一世人第一摆看到台文，读到台文啊！这嘛真奇怪，但人吼，甲40几岁，这第一摆看到家己的文字啊吼。对，互因真惊赢啦！讲台语竟然有字，搁读个出来，别人读甲遮好，我哪会袂晓读啊？这嘛是一个震撼式的对，一个文化冲击，嘿，我冲击啊！对，安尼嘛真好，安尼吼，我袂歹，大家拢真欢喜啦吼歹势。是啊，嗯。对啊，这就是这大人的部分安尼。这后壁这是就是阮的自由的时间。迄边有一个湖，真正足水足静的，因为迄个所在其实算是就是教会因 retreat，就是讲灵修的所在，所以伊就是足静的。搁有一个湖安尼，伊这船就是嘛是迄边拢有啦。这救生衣，这就是伊迄边拢有提供安尼，所以伊物件拢不哩齐全。大概就是下晡的时阵伫遐耍，嘛是足欢喜的。这是阮第2天暗时，就是美国的即个营队，就是一定爱有一个营会。这天拢还是足光的啊！最近其实已经足晚，毋过就是热天的时阵，即边日头落山就是足晚的嘛，所以拢咱来几点才会落山？10点才会落山。对，差不多，嘿啊，所以都拢足光的，若是拖到遮尔晚，囡仔都爱困啊，所以袂使啦。所以还是光光，毋过阮应该做的代志，还是照做，还是有火，还是有即个红光 small 这，就是这糖啊，因都咧烘这，足欢喜的。这是即个，对。遮有一个囡仔遐吼，伊是对即个旧金山驶真长的车，
再西教迄款迄个西教徒来参加海洋营，是哦，伊款台语家庭啦，这囡仔足好讲台语的，甲伊讲话真深刻安尼，伊讲逐个拢讲我真厉害，我讲，无爱人伊讲，讲伊厉害啦，因为伊一开嘴哦，逐个讲哇，你有够厉害呢，安尼，刷去一个人过来，甲伊讲话讲，哦，你有够厉害，伊讲逐个拢叫我真厉害。对啊，毋过伊无爱人叫伊厉害，因为讲伊厉害，因为伊感觉讲台语是真自然的代志，毋知是为虾米大家拢讲伊足厉害。啊，我会囥伊相片是因为迄当阵迎火的时阵，就问每一个囡仔讲，恁即摆参加到即马，就是敢若上好耍的是啥物代志啊？甲因访问安尼，问到就是像问阮囝啊啥，因拢讲哦，上会记的就是食的物件足好食的，因为有加两菇啥的啊。结果有啊，恁毋是拢安尼讲？结果问到即个易容的时阵，伊就讲。我即摆来即边上欢喜的代志，就是我有熟识足侪朋友的。阮听着就感觉足感动的，因为就是讲阮台语的囡仔，真正就是要找一个共款，就是用台语会使算做伙的朋友，实在真无简单啦。因搁爱为加州安尼开来即边安尼参加，所以阮听着的时阵，真正目屎拢想要联络来安尼，嘿。这续来，这就是迄当中第三工的时阵，这就是阮这个发表会吼，这有诶是演戏的情形，这后医师演即个巴克勒牧师，个囡仔吼，还有师的前金，伊嘛足好讲话的啊，足好讲话。后师伊是台语家庭伊管迄个，伊甲伊的太太吼，送去甲襄阳哦。迄个学台语啦，就要加强吼，伊的程度，同我来教伊的囡仔咧吼，伊这真无简单啦吼，我嘛看我甲伊共车吼，伊去甲我接，看四个人吼，沿路拢伫讲台话吼，这温暖的家庭哦，我感受真深啦吼，多谢多谢，好去感谢。就其实就是阮这边介绍你迄个千金嘛无？你查某囡仔无？哦，即只，你叫啥名？你叫做啥？三月，较大声。三月，小可看病啦，所以三月遮，互伊插起来。好，我继续吼，即边就是阮这演戏经过，这镜边顶悬这就是牧师伊穿安尼，毋过别克的牧师穿这牧师服，因为迄衫互伊唱起安尼。你这对牧师的衫去哦，看迄个后医师手去穿就对，所以伊只好是爱穿短裤啦。这中这就是演戏的时阵这阮囝伊是伫读这安尼讲啊，就是这个就是。即个介绍的，这伊咧开场的时阵，这搁有这阮排演的时阵，上尾就是讲甲大家加油安尼，希望会使演较好安尼。这就是这有椅这就是阮迄工就是来看的人，因都坐伫遮，就是比阮这营队原来80几个人搁较济安尼啦。这边就是爱放这。歌互大家听，这第一条歌就是讲因这巴克勒牧师来到台湾的中，伊咧坐船的时阵，伊就咧讲伊爱拍拼学台语的即个过程安尼，然后即摆放互大家听。作词是单相用，作曲是林贵鹏啊，厉害作词咧。
即条我就先放到即边，因为后壁都是一直共款的安尼。好啊，搁有后壁，这是另外一条，就是讲因做即个印刷厂的故事啊。做即个歌其实就是想要互因甲即个名会使记起来。即条嘛差不多都安尼，后壁拢共款安尼，就是叫因唱两三摆安尼。朱丁龙是迄当阵啊，歹势歹势，因为送来一台印刷机，迄当阵啊，囥咧迄个病院的二楼，啊印出第一个款迄个教会公报吼，也是一个真重要历史的一个故事。对，就是去台南市的时阵，一定爱去参观即个所在。啊，因迄边即马嘛是有即个印刷机，会使互大家耍。啊，这是台湾真重要的即个历史。啊，所以阮才会做迄个歌，就是想要互囡仔会使记起来，就是这是台湾的历史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安尼。啊，再来即个是，这都毋是阮做的，这是即个阮的前辈做的即个歌安尼。啊，就是用即个，我有一个梦，即条歌做阮的即个上尾的结束。啊，因为这个歌词就是讲阮的愿望啦，就是讲内底写讲大家讲家己的爸母会来做伙甲朋友佚佗安尼。啊，所以阮上尾就唱即条歌安尼。啊，我即马放互大家听看觅唱的。哎呦，歹势哦，搁一摆。好，就即边差不多就安尼。啊，这是即张是阮上尾的，就是做伙翕相的。啊，这差不多是阁有几个囡仔，因其实上尾一工无法度出现安尼。啊，因就是有代志爱先走，所以这阁毋是全部的囡仔安尼。啊，毋过大家都做伙演刷翕一个相安尼。啊，这是上尾的时阵，就是阮阁有办。就是颁奖啦，就是讲一个证书互因安尼。啊，阮就做这啊，顶悬嘛是有写因的英文的名，啊，阁有写因罗马字汉文的即个名。啊，顶悬就是讲感谢恁对即个台语的疼惜，啊，希望恁会使继续坚持落去安尼。啊，就是希望因摕到即张转去看到的时阵，就是阁会想到即个代志，啊，莫甲台语放袂记安尼。啊，就是这是阮的即个时代啦，就是阁有老师，就是因来上尾一工来参加，啊，阮就请因来颁奖安尼。啊，因嘛是对即个台语推送嘛是真热心安尼。即我讲一个，即我讲一个迄个领导吼，甲伊10几个朋友吼，啊，足有对即个台语的推送吼，足有疼心的，啊，无私的奉献吼，啊，互鼓励即个咱即个少年的爸母吼，啊，有需要伊拢会甲伊支援。啊，就是即摆我的感觉就是讲，有即个老辈啊，起来点头，精神力量啊，甲物质的力量啊，甲支持啊，即个，互即个即个少年爸爸妈妈更较有气力安尼，啊，搁甲台语搁传承。啊，我伫遐一直甲遮长辈伫遐开讲哦，啊，因拢80外，啊对台湾哦是安尼一听入骨啊吼，啊我伫遐啊甲因讲话真享受安尼。
对，就这是这阮是世界头嘿一个足重要的财产啊！希望恁遮少年爱会晓珍惜啦。对，就是恁大甲 Peter 因，就是因即阵是诚好诶，即个时代，就是因对阮真正是足支持诶。啊，就是因嘛对台语文，因进前嘛是有伫即个教会咧教台即个白话字，啊，所以因是对即个台文是真正足有热心诶。即个囡仔，这是阮即摆参加上大汉诶一个囡仔啊。恁知影，就是听咧觉，因有当时啊，就是会伫遐话讲啊，足无聊啊啥的。啊，毋过伊其实嘛真欢喜啦，就是伊上尾诶时阵嘛是笑嗨嗨伫遐演戏安尼。啊，这边仔细汉诶是，就是阮查某囝，就是安尼。唱高唱歌，唱高唱歌。好歹势佫懵着。差不多就安尼。嘿，我这相片就到即边结束。我想讲要请教后医师，像即款的，你想讲一个团队内面有诶请教讲单话，有诶袂晓讲单话，你敢有啥物看法无？以后咱若要办，敢有啥物有想要有啥物较好诶办法啦无？安尼。哇，这个问题应该足歹回答啊吼，这我嘛想足久诶，因为你若是要做一个夏令营，应该是要看你诶目的啦。我感觉若是要一个体验营啦，就是一寡不晓讲台语，我感觉我感觉教台语这样代志应该无遐尼重要啦，因为你干那3工、2、3工教台语诶时间其实足少诶。我感觉即摆其实用这巴克勒博士的故事，甲搬戏的故事、搬戏的方法啦，其实我感觉足有效啦。因为我会想到，我细汉时其实台湾有去参加足个教会的这夏令营，嘛是台语的夏令营。伫教啥，其实我拢袂记咧啊。毋过迄当阵咧唱的歌，我到即摆拢会记。我感觉即摆可能大家拢烦恼伤济啦。会晓讲台语，就是阮兜家己的囡仔啦。袂晓讲的，就是其他的囡仔，所以其他的囡仔有迄个机会去体验台语，去听台语，讲台语其实真是有人咧讲。我感觉这其实是上重要的，就是亲像咧圣经共款，讲的共款，亚证，你甲这个经济压出去以后，伊若是有迄个心，有迄个环境，有一天伊要大汉，伊要升大，伊可能家己会当家己找倒来。这是我的即摆的感想。对，我我要请教者吼，遮尔成功的夏令营吼，咱明年有要搁办啊无？计划中。这计划。有这即摆明年迄款迄个营主任，毋知倒一个要做无啊？阮明年的主任其实已经选出来，就是阿东啊。他带即个老师问即个问题，就是讲阮敢有法度，就是一直甲囡仔伫营队内底讲台语。这问题就是讲，阮本来其实就是想讲，阮原来敢若阮台语的家庭啊，至少若是阁有加一两个，因的囡仔其实嘛是拢加减听有台语的。啊，毋过无想到后壁就是报名的人足侪咯，就是因的囡仔是完全听无台语的。啊，就变做讲，阮做即个活动的时阵，即个设计就是爱改变足侪。啊，阮教学的时阵，就是讲，阮讲话的时阵嘛是爱考虑到即点，因为变做讲，当然我是希望讲，我会使完全讲台语，啊，毋过有当时啊，伊现就是伊就是听无，啊，你一定爱互伊知影讲你咧讲啥的时阵，你就是一定爱讲英文，还是要爱讲华语，才有法度互伊了解嘛。迄就是真现实的问题。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讲，阮即边就是美国即边就是毋是华语的问题嘛，就是讲英文。啊，逐个囡仔斗做伙，因伫学校拢讲英文啊，因英文比啥物拢佫较练转嘛。啊，变做讲，若是有一个囡仔咧讲英文，别个囡仔算做伙的时阵，因就一定会讲英文安尼。啊，变做讲，就是这就是，这个情形就是较无法度控制啦。
啊，毋过即摆我是感觉讲，迄囡仔讲啥可能毋是重点，迄个重点是家长啦，就是讲你若是讲阮要教囡仔台语，迄2、3工当然是无可能嘛。啊，所以就是讲家长敢有心要伫厝内底甲囡仔讲台语，这才是上重要的啦。嘿，啊，所以若是讲后摆我要办吼，我是感觉讲阮的重点应该是放伫讲，帮助因，就是讲来参加的家庭，敢会使转变做一个会讲台语也是全台语的家庭，这是阮应该爱放的即个重点，因为2、3工讲实在，囡仔因是无可能会晓讲台语，我感觉伊会记一句话，就是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哦，伊来3工会晓学会晓一句话，迄就真正袂歹啊！啊，阮写即个剧本就是有安排讲每一个囡仔拢有机会当讲一句台词，啊，毋过对因来讲完全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对因来讲连讲一句拢真困难嘛，就是要记起来，搁爱去台顶讲，对因来讲是真无简单的。啊，所以我感觉就是家长啦，啊，我感觉讲就是讲，若是后摆阮来，就是可能爱先甲家长讲好，就是讲广告的时阵，就讲哦，家长嘛会使参加阮的台语课，会使学着物件安尼，啊，就是讲是一个互爸爸妈妈全家来参加，变做即个台语家庭的一个营队。我感觉安尼来讲，对待嘛是真有吸引力啊。嘛，较会互家长有一个准备，讲哦，原来阮嘛是爱接受教育的。其实对我来讲，我感觉因才是阮的重点啦，应该是安尼。你会使最后咱时间伫要结束以前，无你会当发表讲你即摆会参加这夏令营，迄个你的感想吼，啊，你印象上深的，你上欢喜的吼，啊，迄个后盖想要改进的吼，啊，讲互大家听，啊，搁煞咱这后位师搁接落来讲，啊，恁两位讲话就先，咱就时间搁结束起来，啊，咱就开放吼 Q&A 的时间，互大家吼，甲咱分享对这个夏令营的看法啦。啊，同生。印象上深的哦，应该是即阵囡仔其实真无简单呢，是讲阮3工的课程，啊，互因爱学，爱练习剧本，爱练习3首歌，啊，搁爱上课，啊，因表演时阵真正有法度甲迄个歌唱出来，啊，搁有动作哦，搁爱唱，搁爱比动作安尼，其实真正看了是互人真感动啦，着因会真正会当做甲安尼，嘿啊，这是我上，对，有一寡囡仔，因就是我头拄仔讲，因完全就是来即边进前完全无讲过台语的，啊，毋过我教互因迄个台词，因去的时阵，因佫真正讲会出来。迄我看着，我听着因就是练习的时阵，是真正完全袂晓讲。嘿啊，啊，毋过因去的时阵讲甲诚好，我就感就是互因一个自信，讲因嘛是会使讲台语安尼。而且伫台顶，啊，咱祝这个阮阿童吼，明年的赢主任吼，明年的成功，一般成功伊祝祝。啊，咱即要请讲哦，这夏令营真重要，这个感谢后位师啊，要咧甲讲一个话，就做最后结尾安尼。好啊好啊，即摆其实嘛是足临时的啦，其实大家拢足无闲的，休做啊，大家拢足侪安排，足侪安定啊，转去台湾啊，还是上课的，所以即摆若是即摆有法度伫遐尼远的所在，其实这是伫新加坡的外区啦，所以驶去遐嘛差不多要1点外钟，啊，所以呢有遐侪家庭参加，有遐侪这妈妈这安排啊，都真感谢大家这开遐侪时间写这个剧本，写这个音乐，其实我嘛足感动的。我是感觉即摆小可袂记这时代，
这大人啦、爸母啦，我感觉爸母带囡仔去，啊，爸母就因其实这问题就是讲阮人无够，阮已经顾袂到迄边。对啊，我感觉明年会当，就真是亲像这主持讲的，会当互这规个家庭这资源啊，我感觉这年代上重要都是资源啦。你有这网络资源，你有字典，你有电视，你有网络，你有影片，大家人学足济，所以我感觉这后摆若是有法度，互大家这资源，大家都有法度家己转去家己厝，家己讲家己。啊，即摆上深的一个感觉，就是有足济时大人，其实足久家己足久嘛无讲台语啊，所以家己讲台语是嘛足紧张的。啊，其实这是我观察啊，就是吼，你转去台湾，时大人是无法度甲囡仔讲台语，伊看到囡仔的面，就是讲袂出来，讲袂出嘴。我伫台湾看足济啊，家己讲台语，啊，要看到囡仔就讲袂出来。包括我家己阿嬷，我的阿嬷、阿祖，我的爸爸妈妈当然是我都甲囡仔讲啊。伊看到囡仔的面都讲袂出来，啊！即摆就是有体验讲，这时大人小可开始感觉，台语其实是一个有足自信，足有这honor 啦，你要有法度讲家己爸母的，其实就难得的。就阮伫营队内底嘛是一直甲这时大，就是甲因讲啦，就是讲希望因会使甲囡仔讲台语，因为我会记得有一个阿嬷，啊，阮都请伊起来，啊，结果伊带孙仔起来的时阵，伊竟然原来是讲台语的，伊就转错华语，我迄当会使安尼，啊，就是大家拢爱惯势啊，就是讲阮这营队，就是希望讲会使互大家一个机会，会当讲来讲台语，互相习惯。就是对囡仔嘛是会使讲台语安尼。哦啊，阮即马就是阮头前有讲着，就是讲阮办即个营队有一个足重要的目的，就是讲阮想要办一个台语学校。啊，阮即马就是逐礼拜日其实算是，就是开始有即个初步的即个活动啦，就是讲阮逐礼拜日的下晡拢会伫即个教会，就是上即个台语课。啊，阮就是分2班，啊，一班是教即个罗马字的，就是已经会晓讲台语的囡仔，因就是来学即个罗马字，啊，袂晓讲，也是搁较细汉，袂晓认字的吼，阮就互伊搁分一班安尼。啊，即马去上的人毋是诚济啦，啊，毋过嘛有一寡是即个夏令营，就是开始熟悉的，啊，嘛来参加安尼。啊，当然我头拄仔讲到即个上重要的，就是大人的部分嘛。大人就是一定爱会晓讲啦，啊，所以阮嘛有开一个即个爸爸妈妈吼大人的即个台语的，就是线顶的罗马字读写班安尼，啊，就是继续甲即个李占星老师即个教材吼，搁继续甲伊教落去安尼，啊，就是希望讲。刷来后壁继续做落去，阮嘛毋知影会使做偌久啦吼啊！因为囡仔大汉，就是因即个情形状况嘛是会无共款啊，所以可能爱慢慢调整。啊，毋过至少阮即马就是有即个较长期，就是讲定期，就是逐礼拜会上课的即个状况安尼啊，希望讲生仔岛即边的台语，就是会使有愈来愈侪即个台语的家庭安尼。各位朋友吼，咱即马看到镜头即3位吼，3个家庭哦，就是咱台湾的可能迄个台语家庭啦吼，啊做父母吼，啊感觉讲这推广台语吼，下一代是足重要一个责任吼，啊因用尽所有的办法吼，啊要伊的囝儿通讲台语吼，啊我也看到即款吼情形，我就足感动的，足感动的啦！啊，感觉真欣慰，真
我是感觉讲吼，真伟大啦，真无简单啦。就是讲一个要互囝讲台语，爱突破足多困难咯，才有法度达成吼。我伫遮要甲恁吼拍抱啊，者甲恁行礼者，多谢多谢。多谢老师，就是来这边，因为即摆就是一开始决定要办的时阵，我其实足惊吓的，就是讲啊，阮敢办会起来啊？迄当阵拄好去Vancouver找老师嘛，啊，就甲老师讲着即个话啊，结果老师就好，好，就一个话就答应，就是讲伊要来甲我斗相共参加呢，啊，我就心头就较定起来，就是讲哦，阮有一个较会使考的即种专家伫即边安尼，所以嘛即边甲老师说多谢安尼，嘿，多谢多嘿，谢三位吼，无咱搁一摆拍抱者，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啊，我看到有人问问啊题。迄 chat 迄边有人问题，问明年阮日期敢有定落来啊？我即边甲大家报告，就是阮明年的迄个日期是6月16到19之间啦嘿。因为就是若是无先定落来迄个所在，可能会互别活动定走安尼，所以阮都先家己定落来安尼，所以明年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6月的时阵。嘿啊，因为这，问问题以前哦，啊无我有第一个想法要甲大家参考哦。如果咱也法度世界都是一个好所在，风景真水，啊，北美洲的人想要去参加，吼，咱嘛无限制讲过啊世界图，啊，咱怎咱会使要求讲父母会晓听讲，吼，听讲，啊，父母也来参加的时阵，互囡仔去佚佗，啊，父母嘛会使来学即个罗马字。啊，照我的经验就是讲，你著爱会晓罗马字以后，你知你的台语文啊，你才有信心。哦，因为你学罗马字以后，你才有法度去查词典，去找资料。哦，啊，你会家己会使自修啦。吼，啊，如果照我的经验，你3工哦，2工实的啦吼，你也讲。家长决心要学罗马字，要学台文的时，是有法度达到即个家己去找书店的程度啦吼。啊，如果即个物件放在夏令营内面，则变做两个目的，就是讲大人会晓学台语的入门啦吼，啊囡仔会使伫遐度假、烧水啦吼，啊耍啦吼，啊快乐安尼吼。啊，就是一兼二顾，2项拢顾会掉安尼，这是我的看法啦，毋知大家安尼想法无安尼？对，就是迄边其实真正袂歹算，就是顾船啊，也是讲，其实毋管安怎，就是囡仔囥做伙，因都伫迄安怎讲沟啊，啊迄边足宽嘛，所以逐个囥做伙，因都自然会算做伙，就是足欢喜的啦。哦，啊，我要分享一个经验哦，在8月的时阵啊，应该是真热的时阵啊，啊，我暗时伫困的时阵啊，我就习惯台门拍开哦，哦，暗时有够冷啊，啊，我甲牧师讲，牧师啊，啊，真冷真冷啊，伊讲，啊，你台门莫开遐大芳啦，所以也感觉足热的时阵吼，你要去享受一个安尼真好的运动，世界图是好所在啦。对，就是迄时阵，我其实无啥爱转去台湾，因为即边甲台湾比起来，实在是好伤济，就是热天啦嘿。啊，毋过冬天的时阵，就是即边就是足乌的，所以嘿莫冬天啊。啊，毋过6月8月，就是即个热天的时阵，即边是足好的嘿。啊，我头拄看着即边阁有人问讲，囡仔上大的几岁？阮即摆伊几岁啊？伊我袂记几岁，是毋是应该12？可能14岁，毋是无12岁。无，伊应该无11哦，吼。 12岁，对，11岁对啊，这会使佫讲到一个问题，就是阮即摆就是分组的问题，因为阮迄当阵就一直咧想破头，就是讲阮要安怎分组，啊，阮有想过讲，敢若讲
照因的程度来分。啊，毋过就想着讲，安尼敢若阁是共款一寡囡仔共一组安尼，啊，就讲好啦，安尼嘛会好啊。啊，结果敢若照年岁分，啊，毋过照年岁分，就是迄演戏的时阵，可能阁有一寡问题，就是拢伤细汉，可能因会演袂出来安尼。啊，所以想破头啊，上尾还是讲好啊，就是拍线就对啊，就是讲一组内底嘛有大汉，嘛有细汉的安尼。啊，迄当然有好嘛有歹啦，就是看讲要安怎做安尼。啊，明年阮还袂讨论，可能会有无共款的做法，可能会照程度啊是安怎，就是讲无共款。啊，毋过阮还袂讨论啊，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恁若是囡仔程度差足济的时阵，迄嘛是真头疼呢。我即摆要请吼，迄个秀芬姐哦，秀芬姐是阮真照顾阮咱即个少年家啦吼，啊，尤其咱迄个台语读写班吼，秀芬姐拢一直去甲咱宣传，啊，搁咱即摆去做迄个一摆台湾人的故事，秀芬姐嘛定定吼，拢甲咱支持啊。秀芬姐，啊，你看到即阵少年的为着台语伫安尼打拼，你有啥物看法啦无啊？我感觉真感动啦！我感觉恁真有内容，恁会当去想出讲别克的故事做主题，所以等于讲有一个信吼，逐个拢会当对即个主题来发挥音乐也好啊，是迄个佚佗也好。不过我即摆有看着人举手，我感觉咱爱互人先来问吼，有一位叫做陈静柳举手。我毋知影你是倒一位，你敢会当开你的麦克来问你的问题？但伊手囥咧，伊是小心。你敢会当问？我即摆看伊甲手囥诶吼，不过。OK，我毋知影讲，因为迄个单位吼，还是中光遐，恁讲有啥物 feedback？有人问一个问题，我阁有问题。有人问讲是伫倒位啦？年会地点。迄是伫即个仙仔道南边，差不多开2点钟，还是1点外钟，无一定看你位倒位开始。啊，迄是一个风景优美，啊，毋过就是你开去迄边吼，你可能会开过头，因为迄边拢是树啊，就是一个真正就是度假啦，就是郊外的所在安尼，嘿。啊，迄是对。毋是深山哪来啦，毋过就是树林内底安尼。啊，迄是一个就是教会的即个 retreat 的所在，一个 campsite 安尼。啊，伊迄个所在其实历史嘛足久啊，就是伊迄蜡烛啊啥，迄厝吼，迄拢是差不多50年有啊。啊，毋过伊也是足好啦，就是因有伫维持安尼。啊，我其实哈，即摆有看着我即摆有看到单位老师举手吼，另外我头拄仔介绍有听讲，恁的牧师嘛有入来，毋知伊即摆敢要在场，敢会当拜托牧师？敢会当拜托牧师嘛小可讲话，了咱请迄个单位医师来访问，嘿，牧师敢会当开镜头小可？牧师敢有运气？牧师来啊！牧师较早有较大声当开麦克。安尼有听诶吼？有。对。大家好，大家好。即届完全是双阳甲后医师因吼，家己计划吼，所以教会是徛喺完全即个协助吼支持诶立场，是真感谢吼，感谢大家即届办了真好吼，
诶，呀，都安尼，都安尼，呀，无事，就是其实教会互阮支持是足济，因为这经费啦，这个方面就是因甲阮支持比阮有去请即个教委会的钱，因叫阮袂使讲因互阮偌济钱，啊，毋过我会使讲教会互阮的钱比即个教委会济足济，就是加足济啦，嘿。谢牧师的支持吼，对呀，嘿，咱即马有迄个吴医师吼，就是单位作家伊有野手，请吴医师来问问题。伊今仔镜头先有一点仔问题，嘿。好，多谢吼，多谢啊！实个我即个面袂当出面吼，啊，我是感觉讲足甘心啦吼，啊，即个办即个营队吼，连迄个歌拢家己写词啊，家己拜托人来写曲吼，实在足甘心诶。啊，我有一个问题啊，佮兼建议啦吼，啊，拄则即个友里吼有讲着啦，讲即摆线顶原来有咧开即个罗马字，甲即个大人开罗马字班，即点吼我感觉真心惜，啊，可能会当佫继续落去试啊，吼，就是讲即个营队办了吼，啊，一大群人拢开始有熟悉啊，吼，啊，若迄个人工有够吼，线后迄个会后啦吼，啊。看会当安尼定期来线顶吼，招咧大家来线顶活动吼，看是要教罗马字，要讲话，要开讲，大人囡仔拢入安尼吼，啊，安尼有鸟来拖，有鸟来拖吼，可能即个会有一寡效果出来吼，这是我一个想法啦吼，希望会有效果啦吼，多谢。嘿，对，阮嘛是希望讲办即个营队了后，会使吸引搁较济少年的父母，就是因嘛来学罗马字，啊，甲囡仔讲台语安尼。啊，当然，我感觉迄还是无遐尼紧，因为大家时间来配合，啊，搁有因的想法啥的。啊，毋过加减啦，就是还是有一寡人，因为阮即马办这营队了，还是讲办这学校了，啊，真正就是有比原来搁较济人。来参加啊！我感毋管是加偌济人，加一个人嘛好，就是阮着继续做落去啊。若是讲搁加就是一个家庭，其实阮人即个人工吼，着加足济嘛，因为翁仔某啊，拢会使救落来，所以就是后摆若是明年阿东即个过来办的时阵，应该就会渐渐较轻松啊。渐渐办落去，一年会比一年搁较轻松啦。我是安尼想的，嘿，多谢单位前辈，嘿。龙光兄，你敢有龙光兄嘛有举手，嘿，咱请龙光兄。我本地是若也无啥好吼，无想要讲话，毋过今仔听恁几位吼，咧分享，我实在是足感动啦吼，所以命留命嘛爱讲几句，所以我一个感想就是讲，哦，恁真厉害啦，就是你总是吼听到即句话嘛，小可悲伤啦吼，就是讲你台湾人讲台语是应该真平常诶代志吼。所以说变成讲会晓讲台语变得真厉害吼，所以无怪迄个囡仔足古锥吼，所以感觉讲伊无欢喜着对。厉害，吼所以可能咱来讲吼，恁真无简单吼，恁真用心啦吼，阮真感谢啦吼，我诶问题就是讲，像讲恁即摆咧教迄个罗马字嘛吼，我是要问，要请教讲。恁即马私下咧沟通咧写 text 吼，恁敢有开始用台文咧写，还是犹原搁用华文伫遐咧写？因为我诶经验就是讲，干若去上课学罗马字无效啦。你学罗马字了，你若无配合输入法吼，你学了就随袂记啊。你若袂晓诶人啦吼，伊为着有迄个需要，要用白话字还是用台文和人沟通吼。伊自然伊就会去学，
所以若是讲输入法，像讲罗汉脚，还是拍台语伫手机吼，啊，若厝里有姓氏诶，啊，着照迄个白话字安尼甲拍，吼，啊，去先拍汉字，啊，用安尼来开始吼，检查上课嘛免上罗马字应该会自然就学起来。我来甲梁光兄报告者，就是我感觉即个建议实在是诚好，就是真正就有道理的。这就是我嘛感觉讲，阮应该安尼做啊。阮即马就是拢有难啦，就是有当时啊，因拍字还是会较慢，就是较要紧的代志，较紧的时阵，伊还是会拍，就是华语。啊，毋过因就是拢有啦，嘛是会拍罗马字安尼。啊，佫有一个就是阮即马其实逐礼拜三的时阵，就是阮早起的时阵，阮遮的妈妈啊，佫有牧师嘛，互我入来，就是阮就在练习拍字，就是就是阮即马是找这个芳远的故事啦，就是因为写汉字嘛，啊，阮就家照拍，就是讲拍做罗马字安尼。啊，一礼拜看一工1点钟，啊，会使拍偌济安尼，啊，慢慢啊进步。啊，我本人嘛是感觉讲，就是拍字是真重要的一个练习，尤其是即个时代啦。啊，因为迄当阵，就是阮做这个你讲故我来听的时阵，阮就有发现即个代志，因为阮的人拢爱拍鼓，就是甲老师讲的即个鼓拍出来。啊，结果阮一开始拍的时阵嘛是真痛苦，就是拍甲足慢的。啊，毋过拍差不多2、3摆了，阮渐渐啊发现讲，阮愈来愈紧啊，而且阮的即个台语的程度，就是有一个足大的一个进步。啊，我有甲建友讨论过即个代志。啊，伊就是嘛是感觉讲，伊其实就是嘛是拍字练出来安尼，所以我就建议讲，阮即边的妈妈嘛来拍字安尼，啊，就渐渐练习啊。我感觉就是就是真正会拍甲愈来愈紧啊，台语嘛会愈来愈好安尼。我感觉即个建议是真有道理的一个建议安尼。我遮补充一下吼，因为主题是这 Raina 查某囝的老师，啊，昨我看到伊写这，这是老师教出来。我来看伊写啥。伊小可写毋对啦，啊，毋过即马是即马师爷伫我边仔，即马这是较细汉，伊伫边仔就开始读。我安尼，我毋知影伊晓读，所以多谢因老师，其实教较辛苦，这是即摆要唱的歌啦，金句啦，啊，再鼓的金句对，我看到伊写金句对。几条安尼啦，所以其实是你拍拼是拢是有效果的，拢有结果的。对，因为我就是阮囝嘛，阮查某囝嘛是拢有伫迄个台语班嘛，啊，我是一个想法，就是讲家己找囡仔伴，台语的囡仔伴安尼，啊，我嘛是会教伊嘛，啊，若是教伊，就顺续逐个拢教安尼，就嘛袂歹，佫会使斗阵算安尼，就是诚好，嘿。我即摆佫有看到一位野手吼，王鑫是无？这阿幸福有来吼。王鑫嘿，伊有野手。大家好。敢会当较大声？好，安尼敢听有？大家好，我是叫我阿幸就好啊。我是即届有参加的家长，真欢喜啊！我想要补充一点，毋知当等下就是再拍一个广告。即个就是拄则即个陈瑞先生讲到的会后，敢会当招的出来做伙讲台语。这就是我即马有咧做的代志，就是。对，袂记你讲歹势。无啦，因为我其实认真来讲，我是讲着要宣传即件代志，我小可惊，就是即马有一个即个线顶共学团，因为有的人住较远的，就无法度定讲真正亲身斗阵，
所以即摆就是每2礼拜办一届即个山顶共学团。啊，我惊讲去别个所在宣传吼，到尾啊，就是伤济即个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入来，所以我就踮遮甲大家讲，就是有即个代志，若是囡仔有咧讲台语，还是想要互囡仔接触即个有别个囡仔咧讲台语的环境，伫美国，其实咱的时间大部分都是伫美洲日时仔的时间，拢会当来参加，安尼。今仔日是毋是都有一场啊？是明仔载，哦，明仔载啊，歹势，我毋知活伫倒位，歹势。对啊，阿兄，你敢要加？就是若是要加入，要安怎加入？你即马若面册吼，着敲找即个到底叫做啥物名？我看者。美国的囡仔台语盘。对对对。照你讲是找会着，美国的囡仔台语盘。是讲要参加囡仔上好台语有一个程度，去遐大家较好势就对，是毋是这个意思？嘿，就是我惊若是伤济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入来，到尾啊，即个环境着去互英语还是华语着拖去啊。对对对。啊，希望讲有几个条仔较讲台语的，几个是拄开始要入门的，即款囡仔，互即个条仔较的台语会当家度着即款想法。阮就是去哩，大部分都是订物件，安尼show and tell 啊，囡仔就摕一个物件出来，就逐个讲哦，这是阮的我的什物算命啊，还是啥我的翕啊，或是猫啊啥吼，就甲大家介绍，安尼就是，互因有一个机会上讲即个台语互相问问题，安尼嘿，阮囝甲阮查某囝逐摆拢摕甲因足侪物件要互大家看，足欢喜的，就是会使讲台语安尼，所以欢迎大家嘛来参加，若是有时间，嘿。老实讲，即阵囡仔其实足孤单的啊。你若是自细汉若是敢若晓讲台语，你的朋友是足少的，所以有即个机会是足重要的。对，这嘛是阮会办即个夏令营一个原因。囡仔找讲台语的囡仔伴啦吼。嘿，对对。我相信台湾吼，即马有足侪亲子共学团吼，因其实嘛是即个目标。我知影讲像台北啊、台中啊，咱过去嘛拢捌请因来分享过。我即马有看到迄个台湾迄个乐团亲子共学，嘛有使因入来，但是我毋知影是倒一位吼，嘛毋知影伊敢会当小可会当分享讲伫美国甲台湾主要的无共是啥物？我毋知影。红点名着吼，好佳哉我咧专心咧听。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恁台湾遮台北车头遮乐团亲子共学空间的头家，我是 Corinne。就是迄落即摆恁办的即个活动，因为我感觉美国甲台湾上无共款的所在，就是美国去啥物所在拢足远的嘛。以台湾来讲咧，譬如讲咱台北遐交通就足方便的，毋过遮尔方便的情形下，就是阮感觉讲要来办即个台语的，也是若台语啦，本土语言的所有的活动拢真，就是迄个家长因拢会感觉讲带迄细汉囡仔要出门拢足无方便的啊，有真侪状况啊，所以讲因较介意讲咧家己即个箍仔，譬如讲
共学的即件代志，就是其实对咧台湾遮吼，就是咧6岁以下的较侪，就是还未真正去国校仔上课的人较侪。啊，真正去国校仔上课的时阵，因其实就较无用，而且因搁大汉啊嘛，就是亲像拄则即啥常用讲的哦，讲，对，就是嘿，嘿，搁较大汉了后，因若学校的搁较无用啊，真诶，就人因搁足侪家己诶想法诶啊，所以讲其实要扭斗阵是无遐尼简单。啊，咧台湾遮其实交通甲美国比起来是搁较方便。啊，就是毋过逐个嘛是共款诶，拢是拄着共款问题啦。你咧做即个共学诶活动，主要诶态度也是家长诶态度上介重要。阮咧办啥物代志诶时阵，拢是咧要求家长，拢是嘿，咧所谓为对，难家长啦，就是要求家长讲，啊，你家己台生你爱先学啊，譬如讲你学台文，还是讲你对囡仔来台生。甲囡仔做伙，因为有一寡家长因是其实受教育诶时阵拢是华语诶教育嘛，所以讲，阮就会希望讲家长你敢会使，就是即3点钟是讲即1点钟，先莫讲华语一下，看觅试看觅对，觅，就是尽量试看觅，为你家己甲你诶囡仔斗阵来参与即个活动，阮一定会找一寡代志咧做。啊，我感觉台湾甲美国上大无共款，就是讲实在你要办活动，尤其实体诶活动啦。真学，啊！而且我嘛有一寡朋友是安怎？我今日咧食，其实拜六的暗时即款时间，我其实就是较学参加，因为个爱顾囡仔，逐个拢共款嘛。所以讲，就是因为我有朋友住咧美国，啊，伊拢是有咧对囡仔讲即个台语。所以讲，我就先退，因为伊咧无闲咧上班，伊讲你紧去听看觅，看你咧讲啥，因为恁办即个活动是轰动即个伫咧美国诶台湾人诶即个口啊，就对啊。啊，毋过就亲像我拄则讲诶共款啊，就是讲逐个拢感觉讲啊，足远诶啦，就是要驶车就驶2点钟啊，是要坐无人机哦，啊是若是。东岸甲西岸人无共款诶时间是要安怎啊？啊，无休困诶时阵要安怎？所以讲，我感觉有可能头一年办，我感觉已经是真无简单诶代志啊，实在是足使人钦佩。嘿，就会感觉讲啊，我咧台湾是毋是应该会当做搁较侪诶代志安尼？而且，台湾就是即个规个环境，其实我感觉上介重要是家长诶意识呢，就是讲因家己是毋是有即个意识会当甲即个本土语言捡转来。因为阮兜啊，最近就开始咧完全拢无环境诶情形下，就是试看觅，逐工学一点仔客语看会安怎？我嘛感觉真趣味呢。嘿啊，所以讲，我感觉是逐个拢会讲啦，逐个拢会定定讲，家己诶语言家己求。啊，所以讲，其实我感觉无论啥物本土语言，就亲像阮昨也是做诶时阵，有才着一场即个阿美诶语言，因就是意识培养诶一个活动咧，阮诶空间，阮是一个实体诶出租空间。啊，因来了，我就发现讲，其实无论啥物语言，阿美斯嘛好啦，客语嘛好，台语嘛好，逐个共同面对诶拢是共款诶。就是讲囡仔去上课，还是讲无论去上课是上英语嘛好啊，嘛是讲华语嘛好，拢是共款。规个环境拢咧讲别个语言诶时阵，本土语言是要安怎来继续来教育？安尼啊，囡仔下课诶时阵，亲像台湾啊，囡仔下课定定嘛是，若是国校以上诶吼，下课就是7点到还是9点转来厝诶，拢真正常。啊，安尼诶情形，咱诶家庭是要安怎 support 因，就是继续甲即个本土语言读写，我感觉迄落是搁较困难。啊，毋过上无听甲讲诶环境，咱是要安怎来甲维持？我感觉这是最近咧想讲是安怎来做搁较好诶。啊，希望讲你会当继续做落去，我会替你宣传。多谢多谢，我甲你报告者，我有对你的名册。真正个，原来大家拢是咧互相互粉。对，我阁有买你的那个大豆。感谢，大家进来买哦。对，我甲你讲的这个，就是因为阮囝伊即摆已经9岁啊，所以伊就是有去上课啊。美国比台湾较好的一点是讲，因下课时间较早，
袂像台湾真正伫学校的时间，就是规工你转来就已经忝甲完全无精神做别代志安尼。这是美国较好的所在。啊，毋过共款就是嘛是因大部分学这知识的拢是用英语在学啊。啊，所以我实在毋知影，就是伊继续大汉，伊即马还是甲我讲台语迄无问题啊。毋过我实在毋知影讲继续落去，到底会使保持偌济啦，都大家尽量拍拼，互相交流，若有啥物方法会当继续落去安尼，嘿。其实吼，我分享一个观点，就是我做到呾吼，我感觉讲家长的态度可能吼，因为咱即摆已经是算是降温站啊，所以讲你就感觉讲啊，我有拄着一寡家长，因为是听着囡仔咧讲华语的时阵，伊会足生气的，伊家己的心内就感觉讲足痛苦的，因为伊可能有家己的原因，我是有看着安尼的人，毋过我就甲考劝啊，我就讲，其实囡仔大汉了后，伊是做伊家己呢。毋是你会通甲伊控制的，所以讲，咱即马家长要提供互伊的是一个环境，甲开始，甲一个概念，就是你熟悉即个世界，阮是带你来熟悉即个世界的概念。后摆伊大汉了后，伊会当选择讲伊要讲啥物语言，毋过爸爸妈妈互你的，这拢是你的资源。我感觉就是可能有，若准讲，因为我实在是真是有拄着迄款听着囡仔开始讲华语的时阵，就感觉讲啊。我受着即个世界的压迫，就是我感觉啊，足痛苦的，心内足艰苦的。我感觉讲，就是家长的即个部分就是因为你吼接触迄共文餐做啊了后，你就感觉讲啊，心内足痛苦的嘛，足侪人安尼。啊，我感觉就上主要是家长心内爱感觉足快乐的，嘿，啊囡仔就看着哦，爸爸妈妈，亲像阮囝啦，阮囝就讲啊，我嘛要甲阮妈妈共款来写台文，来创作遮个故事。啊，互搁较侪人知影讲，这是真趣味的代志。我感觉这较正向啦，就是讲会当真正互人看着讲，做这代志真趣味的代志。透过教会的故事啊，是讲透过遮个活动，互人感觉讲，大家进来哦，这是真趣味、真好耍的物件，就吸引人来。啊，而且就是最近，因为阮有做一寡产品，就是囡仔嘛会看着讲，伊写台文也是伊的画图，变做一个产品的时阵，伊即个。尊严感就是用即个本土语言的尊严感来提升，伊就感觉讲，我做即个代志真有意思哦，嘿，啊，就会感觉讲，虽然伊去学校讲客语嘛，无人听有，啊，毋过伊开始讲的时阵，我感觉即个世界就为你开始，为你的囡仔开始变化。对，就是真正是台语，就是家长啦，家长的态度真正是上重要的，所以我感觉我定咧讲，就是爱甲家长洗脑啊，毋过无事无爱，就是毋过我是感觉讲会使讲较好听啦，就是教育的部分，毋过当然就是对家长就无法度像对囡仔直接讲，就是爱较有一寡技巧，嘿，就是讲爱安怎甲因讲啊，因为。因拢嘛是大人嘛，因嘛有家己的想法，啊是啥啊，就是这交通的部分，就是无遐尼简单啦，我感觉。嘿，啊，毋过就是，若是讲有即个机会，就是尽量甲因考劝安尼，就是讲敢会使讲较济，就是家己家己的语言安尼。啊，毋过就是真正要甲因讲，你袂使安尼，迄都无可能，就是这是较困难的所在啦，就是要慢慢啊。甲因讲安尼，就是改变因的想法，嘿。啊，我感觉佫有一个就是讲，踏出这个第一步，是上困难，就是讲原来是讲华语的家庭，啊，你要叫伊开始讲，常常对囡仔开始讲台语，迄是较无遐尼简单的代志。啊，所以我感觉讲，阮会使做的角色，就是讲甲因安怎讲，甲因帮助啦，就是讲安怎会使开始慢慢啊甲因讲。台语啊，就是分享阮家己的经验，因为我嘛是安尼过来，所以我感觉这是阮较会使做的即个部分啊，就是讲支持，毋是讲甲因管安尼，这是较我感觉嘛是较正向的即个做法安尼。多谢相容吼，多谢你的团队啊，你参像。梁光兄，你举手。我是讲吼，咱即个台语即马上大的困难就是讲阿公阿嬷吼，因活头前就对啦，对着囡仔对着孙吼，伊袂晓，伊迄个心
自然伊就会下意识伊就想讲爱讲华语，还是爱讲英语。啊，这是啥物款的精神状态吼？咱即摆有请到一个林业府的精神科医生吼，伊有写一本册吼，伊写一本叫做《台湾人受虐待性格的心理分析》啦。啊，其中吼，伊的第9章内面，伊有写着讲，要安怎行出即个，要安怎自救啦，哦，要安怎讨棒。啊，恁即个若无即个按即个精神的层面吼，甲即个源头前医好吼，根本就是足困难啦。吼，咱甚至讲父母有咧教囡仔讲台语，啊，毋过阿公阿嬷就带来了，过去想讲，我拢阿公阿嬷带大汉的，所以就是会晓讲台语。啊，即摆毋是啊，即摆来叫阿公阿嬷带你本地你甲台语甲教好，你又带倒去阿公阿嬷教煞变做讲华语去。所以即个问题不止啊严重吼，啊，所以真多谢即个秀曼的介绍，伊伫妇女会带去拄着即位心理医生吼。啊，虽然时间可能约伫12月，吼，啊，咱较来讨论讲，看有要看，家问讲看，除了心理分析以外，看有啥物款步数吼，会当甲咱带出即个困境啊。即本册我大概看一下，我建议若会当，即真好诶册吼，真会出诶。多谢，今仔日真多谢迄个相容吼，啊李再生老师，啊搁迄个罗医师，啊搁阿童吼，啊多谢逐个。啊，我想咱今仔日吼，因为即马台湾嘛，伫要12点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节目就到遮。啊，咱嘿。看到有一个人JR 举手，JR 是 Houston 的彭老师。歹势，我讲一个，逐寡恁有咧用着迄个，我有一个梦吼，啊，即个物件我是拄仔想着讲，我较早伫即个校即个遮有哪有写吼，啊，我有甲迄个白话字吼，含即个台语吼，教育部恁即马咧写即个台语的，我有甲拢有甲写出来啦吼，有甲翻译出来，啊，逐寡我是本来要送迄个 PDF 吼，送过去咱的切论，咱的迄个开讲室遮吼，啊，结果我知影讲无法度人送，所以我咧想讲恁毋知有啥物货吼会当送，若感觉有需要吼，我都有迄个 PDF 会当送过去，内面就是甲迄个我有一个梦，啊有迄个白话字吼，含咱即马恁咧用的即个吼，伫咧台语。有两边拢有翻译起来吼，啊，我是感觉讲，真若有需要，吼，看要安怎送，会当送过去，互恁做参考。迄个彭老师，你会使寄互我，啊，我较转寄互相容，安尼敢好？安尼好，我是讲做一个安尼嘛参考。会使。我即边chatroom即边我搁送一摆，阮的即个 email 嘛会使寄来即边，互阮嘿。你会使写伫，你嘛会使甲你的 email 写伫chatroom，啊，迄个彭老师就看会着。对，我有放伫遮，嘿。啊，搁另外网络顶吼 ，YouTube 原来有你拍林心地啊吼，我有一个梦吼，啊，做了足水的画面啥拢足水的。对，我就是。带你大家去你看吼，啊，歌词足水的，电话机歌词，对，陈丽老师，我就是看迄个啊，我知影伊拍出来是咱字吼，字写了有小可走精去，所以我有甲改吼，改咱的白话字，啊，佮挂咱的迄个因即摆咧用的即个台语啦吼，咱讲闽语，教育部因台语做的，啊，阮两个有甲写做伙，啊，放伫。哇，安尼更较好呀。啊，另外吼，迄个彭老师，伊迄个相容已经甲伊的 email 写伫chatroom，你会使直接寄互伊。伫即边，毋知你有看到无？嘿。啊，佮另外你咧讲的即个心智吼，即个心智教是另外迄个我有一个梦以外，佮有一个
一个叫做迄落叫做妈妈叫做妈妈心伫母亲节的时吼，即个伊嘛是伫 YouTube 嘛有伊的迄个 YouTube 会当看，迄个物件我嘛有甲写做白话字啦吼，甲翻译做英文。我感觉即个恁若有机会吼，嘛是会当讲去做参考。我会顺续寄互你。敢会好，多谢，阮来看卖者。嘿。迄个 YouTube 吼，恁家己去找，你著拍心地吼，迄个阴心地啦吼。有嘿。伫迄个伫母亲节的时啦吼。即个物件我若行去吼，我有看到 DV 姐伫遮吼，我爱甲 DV 姐讲一下啦吼。因为 DV 姐那时候含即个迄落心地教授有熟悉吼。我迄当时咧写这，咧甲翻译做即个迄落伫母亲节的时的时阵，我翻译的时阵，即边遮有提出一个疑问啦吼。伊讲你若甲因的文章吼，因写的词甲翻译做英文，安尼敢有即个版权的问题啦吼。所以我是想要拄恁DV 姐伫即遮，我想要甲 DV 姐想讲，敢会当含心地教授吼，敢含即个林心地教授甲伊小可请问一下，即种的物件敢会当互阮讲甲伊翻译做英文啦？伫即遮我当时翻译做英文是拄有一个我想的是着台美人啦吼，伊袂晓讲台语，拄伫咧上即个课，所以我迄当时是用即个歌，因为即个老师吼，心地伊个心理教授吼，伊咧教的文，咧教的迄个册歌册吼，拢足简单。我感觉囡仔拢搁伊个初中生、高中生有哪足容易去接受，所以我迄当时甲迄个翻译做英文。咧教的时阵嘛是用即个歌互因听，因为翻做英文伊会当较知影意思。所以我会当转即个若寄过去，可能互恁会当去做一个参考，恁若会当用的时阵嘛会当做伙落去用啦。我感觉袂歹。对。其实阮就是桂芳老师，伊都伫即个教会教即个囡仔的诗班安尼伊其实定嘛有用即个林心地老师的作品来甲因教安尼。所以阮其实拢不哩爱伊的作品，因为是我伫遮就是讲学校即边遮吼，有所长有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讲，我是因为我甲翻吼，安尼就毋知影有问题嘿。对啦，所以我是想讲，恁即马拄好有咧教吼。我想寄去恁若做私人的，我想应该是袂要紧啦，反正咱咧推广台语嘛，台文嘛，是即种。我想拄DV 老师若有听伊吼，毋知 DV 老师会当小可回应。姐好，你好吼。我甲心地是大学同学啦吼。但是伊是即马拢咧台湾啦吼，我是即马无甲伊联络啦吼。伊是甲我同学啦，大学的时阵。所以是毋是敢若讲你为甲台湾吼直接用 email 还是啥先安尼甲伊讲一声，我相信你要甲伊翻做英文，这安尼是好代志啦。我想应该是无啥物问题，不过你甲伊联络一下，我想陈良光先生可能有直接吼甲伊联络，所以透过陈良光先生安尼就会使啦吼。我先说无得较。我加讲一寡话，就是讲，恁头拄仔有咧讲囡仔若较大汉起啦吼，也是讲有诶程度较好啦吼。恁要办活动，这可能有一时仔困扰吼。我是咧想啦，因为美国有当一寡 camp 吼，因嘛是有迄落 counselor 吼，所以若较大汉诶、较老诶吼，恁无得较算讲，互因诶，毋是讲干若上你迄个课，就是变干若讲甲伊训练讲做 counselor，自然咧辅导伊咧 camp 内底较细汉诶吼。这是一个想法吼，甲恁分享安尼吼，多谢。
多谢多谢，因为你甲我提醒，我其实嘛有想过即个代志，就是讲像阿维斯的查某囝，还是讲囝因年纪较大啊，台语嘛较会晓讲啊。若是因搁较大汉一寡，因其实是会使做即个小组长安尼，就是counselor还是啥，就是变做来辅导白囡仔，还是斗相共，就是教因囡仔教台语安尼。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想法，因为因就是会感觉讲会真公用啦，就是讲因会使做即个工课，会使甲别人教安尼。我来回答迄个地位这个问题吼。我是有含迄个心智联络过，因为我迄阵仔有咧做一个叫做讲台语.com，我即摆有搭伫迄个搭伫咱的 chat room 啦吼。啊，我是会感觉讲，咱是毋是会当讲继续来甲即个讲台语即个网页吼，做搁较好势。啊，咧制作的中间，我有含心智联络过吼，啊，应该是无问题啦。啊，伊较有concern的，就是讲伊录音的部分，伊也无法度人控制啦。啊，若是讲伊的歌词吼，还是讲伊的迄个曲吼，应该是无问题啦。啊，所以若是讲咱有因为迄要讲迄个录音的部分吼，伊爱搁去找较早遐咧唱歌遐囡仔啦吼，还是讲遐录音室吼，伊遐爱 clear 遐版权。啊，伊本身的词的部分，我想迄伊会当控制，迄无问题。所以咱若是讲要搁继续做即个林心怡的音乐吼，即马咧做免加足简单，所以咱会当讲请伊授权伊的迄个歌词含迄个曲吼，啊，咱租囡仔会招囡仔来唱，吼，啊来录音吼，这嘛是一个真好的 project， 啊嘛是会当讲靠人吼，靠囡仔大人做伙来共同做的一件好的代志。林中兄，无这着拜托你啦，因为迄当时我看着个 YouTube 吼，我有本来想要当伊个 YouTube 甲伊写讲共款即个代志，讲我伫美国吼，啊拄仔有甲伊个词甲翻译做英文吼，啊但是讲希望安尼，啊但是我感觉伫因迄个公众迄个 YouTube 遐写，我着尾仔我着拢无写啦，啊我有即个困扰伫迄搭遐啦，所以就麻烦你。我袂当拜托你甲你翻译的作品吼，你 email 互我，安尼伊若着我问讲到底是翻啥物物件，我甲较好通甲讲。会使，我会我有你的，我会当寄当我有你的迄个 message 嘛。Messenger 呀，我会当寄互你。好，安尼好。伊介绍嘛有伫咱即个群组内面哦，所以你直接甲问嘛会使。伊介绍伊介绍有伫咱即个 Messenger 的迄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名单内面。哦，会使，啊无较林公兄你甲我甲你私底下我甲你问详细，好，多谢。好，啊无咱今仔日就到遮，好无？多谢相容吼，多谢振兴老师。啊，咱后礼拜是迄个台湾文学欣赏会吼，啊是要介绍迄个歌什物样老师的诗，嘿，对，嘿，欢迎大家吼，后礼拜过来参加，嘿，我感觉真正真多谢相容因办啊真好吼，也我相信吼，即个要教迄个囡仔找迄个台语盘吼，我感觉最近足侪少年爸母拢有拄着情形，包括我听迄 Boston 嘛是安尼，吼所以无定渐以后，因为即摆有即个线顶，会使互较侪囡仔吼做伙来参与吼。为一寡所在开始，以后会当逐个无定会当做一个联谊，吼。对。呀，搁我感觉像即种吼，其实因为可能西华较无啦，但是东华即边夏令会拢办啊真成功，无定嘛会使伫夏令会内底加即囡仔台语的节目，
吼，对哦。我遮有一项迄个较要紧的代志，我想讲甲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讲即个台语路吼，含即个理工局迄个文教基金会，因即摆伫选举期间吼，因有发起一个迄个语言平权吼的运动吼，啊，要去要求遐候选人含即个团体吼签名，啊，即摆因进行了袂歹，啊，毋过咱若有伫面册遐吼，走去甲因加油一下。啊，即摆趁咧选举诶时阵吼，互遮个候选人吼来签即个语言平权吼。啊，咱即摆有请因11月啦吼，啊，咧11月中选举诶前一礼拜，啊，咧应该是11月19诶款吼，因会来甲咱分享遮个代志。啊，但是即个趁咧选举诶期间，我想咱足侪人会转去台湾，所以就请去甲恁诶支持诶即候选人讲吼，会爱签即个语言平权诶即个initiative。多谢。多谢。好，安尼咱今仔日到遮拄啊差不多12点吼，OK，安尼咱今仔日就到遮，我迄落咱会使自由离开，我遐顶啊，无个人开讲，我meeting room就会关起来。今仔日computer